千祈唔好再參加啲免費睇樓團啦！依家中山又出現咗一波頂級嘅殺豬盤，專門係收割廣告人士嘅房產騙局。前段時間嘅車位事件，香港新聞已經實錘報道，老人家幾十萬棺材本被呃，血本無歸，轟動全港。但仲有好多人唔知情，仍然響度入局。因為過程非常自然，反應慢一啲就已經上當受騙啦。事後唔理你知唔知呢個套路，你根本攞佢哋一啲辦法都冇。呢單車位事件其實唔係個案，唔係單一銷售問題啦，入邊係中介團隊、內地渠道加埋睇樓公司一條龍精心設計，專門劏港人嘅商業模式。今日蕭生再同大家揭秘一下免費睇樓團背後完整黑幕，將成個騙局由頭到尾完整拆解俾大家聽。大家拆到嘅建議先點讚收藏，轉發俾身邊打算向中山買樓朋友。到底一個係一個，點解會有咁多港澳人士中伏？呢啲投資騙局屢試不爽呢？一切都要從呢一句廣告開始。免費大灣區2日1夜，包食包住包溫泉，純玩唔逼買樓。大家聽落係咪好抵？唔單止可以去旅行，仲包住宿包食飯。對於退休散心、平時想放鬆下嘅長輩，真係完全頂唔住誘惑。但係大家肯定都知道天底下絕對冇免費午餐，你計條數就知啦。正常2日1夜4星級住宿，車費餐費一個人成本最少幾百蚊，中介旅行社絕對冇可能白白請你去。所有支出費用背後全部係發展商贊助，聯動中介一齊訂製嘅殺豬團，目的只有一個，將你免費帶入中山，用話術洗腦，然後高價賣俾你哋一啲冇人要嘅垃圾資產。一開始大家對於免費嘅嘢都有所防範，但係後邊發生嘅洗腦過程係成個騙局最恐怖嘅地方。佢唔會強迫你買，而係用溫柔攻詐、人情綁架，慢慢操控你嘅心理。新聞曝光中嘅苦主溫太，佢本來冇任何投資念頭，單純係想出去行下，結果再係俾中介利用咗善良，依家將自己多年嘅養老積蓄全部套住。首先等你一上大巴，即刻會有專屬銷售1對1貼身跟進，全程服務非常好，幫你拎袋，幫你斟水，係吧？幫你夾埋餸，聽你講心事，甚至你去洗手間門口都有人等住你。態度好到比你子女更加孝順。老人家本來心地善良、心軟、重感情，幾日落嚟俾人哋無微不至咁侍候，心理防線直接崩塌。跟住銷售就開始用苦肉計啦。根據溫太嘅複述，中介話自己幾個月冇開單、冇人工，爭啲被炒魷魚，需要業績保住份工，等佢先買低，之後再賣翻出去，並且保證2個月就可以賣翻出去啦。希望溫太幫手撐佢一次，講得非常淒涼。即使一直冇任何投資嘅諗法，亦表示過堅決唔買，但係俾中介各種賣慘扮可憐、人情綁架之下，老人家覺得人哋對佢咁好，依家遇上困難唔幫，好似唔好意思。最終溫太一念仁慈，心軟啦，用咗39萬買低3個中山冇小區嘅車位。如果話溫太係心軟中招，另外一位苦主謝生更加慘烈，受騙金額高達200幾萬港紙。佢哋會利用香港同內地嘅認知差，會有一套專門嘅話術，俾你製造出一個車位投資神話。因為香港車位大家知稀缺天價，穩租保值，大家默認中山、大陸車位都係一樣，被不斷畫餅。銷售同謝生講深中通道通車導致交通改善，車位暴搶，中山嘅車位已經每年響度升價啦。呢度可以先租後轉手賺取收益，前期車位出租有一筆收益，然後充電樁出租又係一筆，仲有共享充電服務費，呢啲加埋起身每個月可以去到4000到6000幾蚊啊！多種收益回報率超高，一年收入總共可以去到29%，而且中介承諾包租，2年內高價轉手，絕對穩賺不賠。聽到呢度我都流晒口水啊！回報率比巴菲特更加誇張。咁啲香港街坊唔識大陸樓市，唔識中山實況。謝生聽完有咁好嘅項目，當場就心喐喐啦，相信咗所謂嘅投資神話，一口氣售咗15個車位，總投入高達200幾萬港紙。但實質情況呢，係買入到依家總收益先得1000幾蚊。
而溫太買嘅3個車位啊，持有時間都有10個月啦，總收入600蚊，平均落嚟一個車位1個月租金僅僅20蚊，16萬買入1個月收得20蚊啊！哈哈，呢啲根本唔係投資，係明目張膽嘅詐騙。更離譜嘅係，後來記者實地暗訪了解到啊，原來呢啲小區嘅車位真實市場價先2萬到5萬蚊一個。但係專門溢價賣俾啲香港街坊16萬8一個車位，足足翻咗幾倍。大家冇聽錯啊，價值幾萬蚊嘅嘢賣你16萬8，而且合同提前做好手腳，備案間先寫幾萬蚊，實質收款同差價冇證據嘅票據，方便隨時走佬，規避監管。講白咗，呢啲就係冇任何價值嘅垃圾資產，經過銷售團隊包裝嚟呃你哋嘅，呢個先至係成個局入邊最黑暗嘅真相。後邊幾個受騙嘅街坊揾翻銷售，諗住退款討饒說法，結果唔使講，大家都估到啦，銷售態度瞬間反面，一開始唔接電話，唔覆你信息，後來揾多幾次呢，直接拉黑，徹底失聯，非常無恥。當初嘅承諾全部當放屁，業主變苦主，而手上呢啲車位租又租唔出，賣又冇人要，可以講得上毫無價值，幾十萬養老積蓄基本上呢係凍過水啦。咁提起車位事件啊，我再同大家講一個細思極恐嘅事。前段時間我就喺售樓部碰見睇樓團啦，真係好大陣仗。一台睇樓大巴幾十號人直接塞滿售樓部，後邊同現場銷售打聽到話，確定係香港過嚟嘅睇樓團，但係入邊係邊間房產公司，居然連佢哋都唔清楚，多數應該都係空殼公司啊。反正時不時就拉一班香港人過嚟，有啲時候當場就可以賣翻幾套。而佢哋項目只適合度假自住，如果要投資回報嘅客戶，房產公司會帶佢哋去睇啲包租公寓同車位，流程手法同以上車位事件非常相似。通過一樣嘅操作，佢哋基本每次都有收穫。換句話講，即係每次都有客戶中招。一個新型嘅房產騙局，不經意已經蔓延到中山啦。我以翻呢個車位事件為例子，同大家講一下中山真實嘅樓市。聽完你就永遠唔會中伏啦。首先，中山鎮區分散，除咗老市區板塊或者以前嘅老小區，因為早期設計上缺陷，先會存在車位緊張啊。多數鎮區地多人口密度低，車位一直以來都係普遍過剩啊。真實嘅月租先至200到350蚊，樓盤入住率低嘅話，短期仲未必會租到出去。唔似香港咁樣寸土寸金，車位稀缺，大家爭住要。加埋中山呢幾年開始新樓盤規劃標準提高，小區車位配比1:1至1:1.5，部分小區去到1:2以上，車位更加係夠用。入住率未起身嘅時候，甚至會出現大量空置。如果樓盤喺偏僻位啊，大家喺小區周邊都隨便停啦。而且對於呢啲小區充電樁，官方有文件規定，私人車位自用充電樁禁止對外收費經營，你想靠充電樁加價收費賺充電收益，根本行唔通。對應銷售介紹時嘅享受多種收益，一個月幾千蚊，實質漏洞百出，完全唔符合樓市邏輯，真係為咗搵錢啊，不擇手段，咩嘢都夠膽亂講。所以大家要清醒，中山車位整體係一個供大於求，地回報率低，流通性差，係冇投資價值嘅，更加冇可能會有升值空間。張生喺中山做咗10年房地產啦，亦有自己嘅房產自媒體公司。我最開始就係做商業嘅，所以對於呢啲信息差、房產騙局仲係會比較清楚。包括其他類似高回報嘅包租項目，都係同樣性質、同樣手法。利用大家嘅信息差，唔了解真實市場，呃咗一波又一波。響視頻嘅最後，再次提醒大家，千祈唔好再去參加免費睇樓團啦！咩包食住，全部係引你哋落搭過嚟睇啊！根本唔係樓盤，全部都係啲包裝出嚟非常好，實質只係發展商清唔出去嘅垃圾庫存。你想執佬抄底，佢哋睇中你哋嘅棺材本，諗住抄你哋家底啊！世上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？有咁好嘅事，發展商根本唔會捨得攞出嚟賣。或者佢下邊嘅銷售同學、身邊嘅親朋好友早就消化完啦，真心輪唔到我哋。最後想喺中山買樓唔踩坑唔買貴，蕭生呢度用咗2個月時間幫大家整理咗一份中山買樓避坑指南，入邊包含咗中山200幾個樓盤嘅優缺點分析，紅色字體標注出嚟嘅，都係有重大不利因素響晒 ICU 入邊啦。美怪我冇提醒你哋吓。
另外仲幫大家整理咗一份中山每個鎮區板塊4分優劣勢分析，入邊包含咗板塊4分能級排布，中山路市兩極分化越來越明顯。唔想因為信息差買錯樓，下邊留言避坑2個字，或者直接掃描上方二維碼私信，我將我整理好咗嘅中山買樓避坑指南send俾你。仲有咩問題歡迎留言或者私信我見到都會覆你。記得點讚訂閱分享俾更多朋友。我係蕭生，我哋下一條片見。